台东啊，台东种的哦。哦，安尼台东种足出名的呢。哦，迄稻青去迄台东花莲咧佚佗啊，买迄个石刻足大，块，哦，遐贵哦。安那啊，足大坑的呢。伊毋系用啥物肥啦，当大坑。伊本地就是安尼啊，啊我这嘛是安尼啊。这硬会个大坑的呢。系啊。哦，啊，伫落雨引起的呢。毋是，我咧知迄伊的生长期吼，即摆咧开始咧开粒，差不多结差不多1/2迄个粒啊，迄时阵吼，是啊，就是爱水分的啊。哦哦我就是无水嘛。哦。无水通讲其他就个水量。哦。所以它长不起来。哦，原来，拢一个时期的呢吼，啊，毋是拢春天呢。对哦。春天啊，春天等咧偌大迄阵啊，迄阵爱拢爱偌久来压水啊？差不多2-3月啊。哦，啊，那一个月，水分袂使又大。一个月拢压偌久？阮遮若无水吼，我拢无落地下水。哦，拢无落。所以我拢靠天咧食饭咧落雨嘛。哦，是靠天。啊，你这水就我讲今日浸水，我就大个。哦，我个这较悬。咱这地就是安尼。哦，这袂浸水好。相当好。哦，赞，好。唔使讲，我在机构我就是爱注意水分。是你若几月当时咧做时阵拢无水啊，拢无可看啦。就讲干旱嘛。哦。哎，干旱你个饲法你无水分，你死，你像我一张木过死。哦，迄木龟爱死。我叫浸死。哦，迄是浸死，木龟太遐惊浸水。啊，我迄阵是有花果。哦，佮有花果了哦。哦。有嘛？哎呦，哎呦。有生哦。佮会晓种花果啦。有生哦。哦，佮会生。你较头前往上前去看。真的哦。哎呦，这无花果。哈哈。哎呀，大开眼界啦！这无花果啦，哈哈。